先生の日本語教室。どうも大家好，我係 Peggy 先生，歡迎大家收聽我嘅全新 podcast 節目。呢一度會收錄我每個星期嘅 YouTube Live 精華內容。如果各位同學都想同我傾下各種日本文化或者係學日文嘅話題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參與我哋逢星期二、四嘅 Live 直播。今次我哋傾嘅係呢個話題。如果有睇開愛情動作片嘅同學，可能都會對那個泳池相當熟悉啦。除咗呢個那個泳池啊，ne no pool 之外呢，其實呢喺呢個愛情動作片界呢，仲有一個呢那個便利店都係相當出名嘅。我今日喺度 search 嗰個便利店嘅同時呢，跟住喺 Google 就出現咗好多蒙咗嘅圖片啊，跟住隔離位喺度望一望我部電腦，喂！做咩啊？好核突㗎嗰啲相，我話係啊，都幾核突㗎，一撳出嚟，哇咁樣嚇，因為我 search 咗一個字，大家都可以試下。呢度 combini， 只要大家咧 Google 呢個字咧，你就會發現你會有好多打晒格仔嘅相出現啦。咁點解會咁多打晒格仔嘅相咧？嚇，因為佢哋都係以便利店為主題嘅愛情動作片啦。但係你諗下，正常嘅便利店點會俾佢拍啲咁嘅片啦？係咪先？點樣先可以拍呢？咁呢，你就可以去到呢一間愛情動作片都御用嘅呢一個，其實係一個攝影棚。但係咧呢個攝影棚咧就做得好仔細嘅，佢咧係連 ATM 機咧都有一部喺度嘅。咁當然唔係真係可以攞嚟撳錢啦，純粹咧佢係有個畫面咁啊 set 咗部提款機喺度。咁咧你係可以扮撳錢，只要就下角度嘅話咧，你可以做翻晒所有嘢出嚟。唔止愛情動作片嘅。例如我都曾經諗過要唔要租一租呢個便利店嚟拍一啲日文嘅教學片。咁呢個 studio 咧就係位於東京樓高4層嘅呢個 building， 一樓即係地下嗰層咧就係便利店嘅，樓上咧仲有啲酒吧嘅攝影棚啦，有啲酒店嘅攝影棚啦 ，OK， 有辦公室嘅攝影棚啦。咁所以咧成棟大廈我相信咧都唔止係便利店嘅，應該係其他嘅樓層咧都係可以賣身肉搏嘅。如果想租呢個便利店有啲咩呢？基本料金5個鐘頭係8萬 yen， 咁都唔係好貴啫，係嘛？你拍嘢嚟講，好啦，如果要延長1個鐘頭呢，就加多16000 yen， 煲佢12個鐘頭呢，就係16萬 yen， 幾好喎！大家有冇興趣啊？佢係有網上㗎，有衫租㗎，有電腦租㗎，有 set plan 㗎，佢係可以拍24小時㗎，可以埋身肉搏24小時嘅，冇錯，係咪威先？有興趣嘅同學值得研究一下。多謝鳴謝激烈海膽社長。激しいに社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逢星期2、4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，我哋喺 Sensei 開 Live YouTube 直播一齊傾偈啊！またね。